的宝贝女儿啥时候出生啊？咦，小样，你还踢我！喜欢什么样的发型？今天就给我编辫子。编辫子，你是要出席啥样的场合？今天有个朋友的婚礼。啊，穿的衣服类型呢？啊，晚礼服吧。好吧，我给你看着编吧。你快生了是吧？对，马上要生了。啊，是男孩？对呀，是男孩。啊，你们家里人一定都挺高兴吧？非常高兴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王海霞，你的电话。好。喂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跟医生谈好了吗？行，好的。亲爱的，这儿呢。医生怎么说？挺好的。怎么样？是儿子吧？女儿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别骗我！我怎么可能会骗你？我一直对你很忠诚。不可能，这孩子不能要。我已经打过2次胎了，你这次能不能留着她？女儿怎么了？对不起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次我要留着她。一定要留着她。